现已经80岁嘅，还会想要做台湾马嘅呢？台中董事伊的80岁嘅工农刘阿琴，45年前并喺中嘅贵生人呢，领过革命也头，改种董事人唔是中国为做嘅，因啥药嘅作为田土又有生土安田，也多年来伊嘅摩托作为因来因有名。对伊来讲，种作为也是喺人生嘅其中一个过程。生下来还有梦想哦，因为伊嘅人生80难开始。行业研读苏明芳强悠悠的作为达到结局。哦，你搭上底当睇得咯。老安泰列作为对苏丹国砸下来，身上同时係高知自强，要父亲的果然，单单种嘅係泰利同家妹，抢刘阿琴土种作为。佢今年81歲嘅，後生時節受到離山種領過，下喺睇下種家妹。佢知道家妹無安甜，5年前小龍建議佢改種作為。我唔識蔬菜水果，蔬菜水果我不要吃，我冇吃那種營養品呢，我就想講我就種作為吼。我有時都做嘅中間吼，較甜較好食咪，吼我都70歲人開始種啊，一種啊就種經過嚟4、5年嚟啦，4、5年但是休息嘅方面嚟講，休息起來也不錯。一幾片的個資源有夾啦安法，因為自家想是天然摩托嘅作為，劉阿琴從來唔寫藥嘅，還用嘅幾百萬元來做糧食同地度學嘅。佢要學藥到嘅，咩因為唔啲攞俾買進來嘅藥，都帶有做抗生素嘛，講求做自家學。佢嘛講農藥啊，佢講農藥啊，都係冇識農藥嘅，但是我嘅作為來講皮膚都普通係南部一般冇按講色，因為我冇識農藥嘅，我冇識農藥仲係冇按降溫咩？我種我冇噴啲除草劑嘅藥嘅啦，安尼我哋做幾何式咪安尼啊？冇對我對咗嘛咯，冇意思咯，去看，來，那麼來，這裡來，開始。作為當初的適應生長嘅環境，耐熱咩耐冷，唔過做唔得種土，日頭曬唔到，特色嘅蔬菜，還個清涼爽海。一般來講，台灣南部係作為主要生產地，越向北越是冷，旱子咩越多。同東勢向得日頭嘅山皮，日時暗部溫差大，又唔係特色，種出嚟作為又甜又脆。東勢啊，就講嘅作為氣候較慢。氣候較慢，但是熱天無較慢雜，無法度講嚟緊南部按做雜。南部係唔咩講嘅發育嘅問題，要驚就發育較急。熱量嘅氣候嘅關係就會發育較慢，菜樹會較慢。但係濕度話熱天熱量較好食。唔咩影響會照顧，是了個影氣候。更漂亮咯，咯。有句話講，大家各屬一行，同路經驗嘅人學做冇唔錯嘅。劉阿琴種水果種一生人，係講繼續種領過家妹，佢當專門。唔過後種做嘅，佢相信有人比佢行較強。大正嘢佢做下南鋪，同人學樣落皮，種出來食路，就會又甜又脆。嘅師傅營養嘅師傅法啫嘛佢叫我師落去擺皮。但係藥嘅藥品識法嘅係識藥嘅嘛，我冇識藥嘅咪，我唔是按嚟識藥嘅東西，我對藥嘅我唔是去研究，唔是去研究，我都研究嘅死皮，嘅死皮樣品好，你落埋個皮較好係按嘅。佢正講，用通地擺過來學習，按多些都係嚟學習呀，所謂嘅用上種咧，嗰啲水果要做，當大概熱。大熱，今年到南鋪田到田搶高，你要精選，而且搭擺落去再給自家試車落去自家試車落去，轉成係試啊！
将总是一个专注运动和中度同欢喜，佢知道按样生活怎么过得丰富精彩。迄来，我应该是退休了的人啦，我唔要做了来说啦。问题用在了国家了中嘅吼，啊唔係講人嘅非營業用辦，就講人嘅南營用辦，啊無都講民進黨用辦，無都講國民黨用辦啦，迄邊多花死啦。啊，所以我規起我就冇去談了咧，冇去講了，我就變成孤國之人。就是講，我所有按到所看到按到嚟講老人家嚟講，我事實講，還得看到按意志力按堅強嘅一個嘢，一個以上。有補貼有冇呢？冇，沒有。我不卡點樣讀有補貼個有冇呢？哦，依邊係冇呢？喂，阿記錄冇呢賣啊，唔定呢賣啊。我不卡都一陣冇啫喎，打出話嚟啊！咩係因為生氣，廖阿慶同周議員估到好勢，不卡價減會有對嘅門呢？一幾年來電腦同高資源地度，佢還唔是看過門呢？生氣我看到個山頂度個太當生氣啊！我當接啊坐見得你坐見看佢隻太，哎你按多窄，哎咁樣打到按腳按好，成個生氣係按嚟。係講將人生里程分做幾十階段，總做嘅咪像係廖阿慶嘅人生規劃其中一個，結構行喺個交本後倉嘅，佢好理由下呢隻階段，佢還想慢慢去行了。最多嗰1年到2年吼，我就冇想做嘅啦，哦，但是都有成就感嘅嘛。我以前部分嘅嚟後生啊，學3萬去過去，較辛苦去做啊嚟啦。所以我要顧太頭起來咧咩？唔是花本錢嘅咩？哦，以前係安尼，我冇可能做到90歲、100歲嘛，冇可能嘅事情啦。哦，就一段路完成啦，都人生嘅過程一個生氣啊嚟啦。佢嘅人生充滿對事情探索嘅神奇，故所佢識到咯，做到咯，咪學到咯。當多年頭80歲做住高等退休、養老、過安然自在嘅人咧，廖阿慶嘅人生一槍張開始，繼續對等下一個階段行下去。